各位乡亲、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过来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一首诗，叫做《清明节》。清明节伫过去，我细汉的时阵，毋是伫4月初5，是伫旧历的3月份。咱知影，这个清明节自改做4月初5，是因为过去有一个总统叫做蒋介石，伊过身，所以咱甲这日定做清明节，甲古早时代是无共的哦。清明节，4月初5清明节，良早起床见上帝，朝阳礼拜来献祭，全家出动扫墓地。4月初5是清明。主的事工无时停，全家大细到墓前，孝念祖先大温情。清明节期食润饼，祈祷奉主的圣名，保咱身体较勇健，热心服侍搁拍拼。清明节期来陪望，大大细细招出动，家族虔诚来侍奉，上帝赐咱拢安康。多谢大家努力。